先生，你从上午就坐在这儿喝茶，连撒尿都回过头来看染场，哎，这是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就是让你多挣俩钱儿，怎么着？你当我不知道？你是大华染厂派来的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前年夏天，就是你坐在这儿，数着人家元亨厂运出去多少布，你手里还拿了个小口袋。人家元亨厂运出去1车布，你就往小口袋里放个小石子儿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对吧？记性不错，是我。那你为什么今儿个不数呢？今儿个我就不能告诉你了。大小姐，你不是说明天回来吗？董事长上哪儿去了？啊，上午去商会开会，回来吃完中饭就走了。跟谁走了？和那个卢先生，就是大华染厂的东家。贾小姐有急事儿？没急事我能回来吗？天津港有一船卖不了的布，天津染厂谁也不敢买日本布，咱们可以完全接过来吗？才70块钱一件。哼，70？藤井那船布也来了，现在连55都没人要。你说什么？才55啊？咱们干嘛不要啊？今天早上青岛所有的染织商号开了会，要一致抵制日货。董事长他也签了字了。傻呀，这是中了陈六子的计了。他是想自己独吞了这船布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董事长是和卢家军一块儿出去的？啊，是和卢先生一块儿出去的。准了，这准是陈六子搞的鬼。贾小姐，这回你猜错了。本来董事长也想吞了这船布，可是想了想，这15000件呢，往哪搁？又怕学生给烧了，就算了。昨天藤井来求董事长，可我们的成品部也没出手啊，没有现钱呢。这想来想去的，董事长觉得还是不趟这下子浑水，又怕陈六子买便宜布，将来顶咱。今天早上开会，他给陈六子支招，让他回周村探亲去。这样呢，既不得罪藤井，也不用买布了。陈六子听了，他心里也挺高兴的。这2下里都给他下了闸，送票那儿有咱自己人，你也知道，大华染厂的门口也有人盯着。陈六子确实是买了去周村的票。那2路人回来送信说呀，他已经买了回周村的票了，董事长这才放心。要不，卢先生叫他能跟他走吗？这15000件非得全要吗？少买点不行吗？可咱那仓库里全都是成品布，顶多也只能放400件的空位。这少买呢也是买，藤井也许会同意。哎，贾小姐，当初我想出这么个主意，把它全买下，装上火车，沿胶济铁路，向沿途各县批发，最后不管剩下多少，全卖给济南3元染厂的赵东运。他厂子大又有钱呐。董事长觉得也行，可就是没钱呢。要是有钱，这回可是赚大了。对，这是个好主意。把元亨染厂抵押给银行，立刻就筹来现钱呢。快去派人找董事长。掌柜的，大洋马回来了。什么？大洋马回来了？这个熊娘们怎么从天津得的信儿？不知道。老吴，给藤井打电话，就说我马上见他。哎。让我再想一想。邓淼啊，咱的汽车什么时候出的元亨？吃完中午饭，
有1点多吧，1点多。现在几点了？估计5点了吧。东家这时候早到崂山了，让这个熊娘们着急去吧。没事，老吴接着下。他要是直接跟藤井联系呢？有这个可能啊？他直接联络也不要紧，藤井挺讨厌他，好多次了，他用关东军的相好的来压藤井，藤井没办法，才给元亨的价钱比咱的低。藤井跟我说过好多次了。再说了，他既不是东家，也不是掌柜的，藤井未必敢等。哼，随他去。老吴啊，适才不散，别说他找不着孙明祖，就是找着孙明祖，孙明祖他也不敢办。秀婷啊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？干买卖是富贵险中求啊，我哪回干的不悬呢？要是规规矩矩的，咱现在还在周村呢。你放心，干完了这一把，咱能吃喝嫖赌花上3辈子的。你也别吃喝嫖赌了，咱也别花上3辈子。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？少婷啊，公公婆婆死得早，我也没尽过什么孝，这咱俩本身就欠着祖宗的了。你在商社里起了事，要真的买了这日本布，那不让人家指名道姓的骂咱祖宗啊？让他们骂去吧，还祖宗呢，连个坟头都找不着，究竟埋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咱家世世代代受穷，到我这辈儿能让他们骂祖宗，这就不错了，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他们也不会知道，能让他们知道，我还能叫陈六子？少婷，咱的钱也够花的了，就免了这一场了啊！免了？哼，笑话！你就等着数钱吧，我这又不是坑老百姓，我坑的是小日本儿。你能不能少点锐气啊？人卢老爷子送你那俩字多好，藏匿，人家还表好了，你就是不挂，说是像贼藏东西，人家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，人家是让你做事儿的时候留一手，藏着点儿。你这一说，我倒是计上心来啊。待会儿藤井来啊，我就给他用这一计。不过藤井来啊，你还是让老孔拉着你和福庆出去躲一躲，这事儿太脏，我一个人掏大粪就行了。贾小姐，贾小姐，饭厅、舞厅都找遍了，可是还是没有找到董事长啊。你说，咱们自己跟藤姐联系怎么样？咱怎么说呢？说买下那船布，可是董事长回来说不同意，怎么办呢？现在不是他同不同意的问题，没有他的签字，咱们从银行根本贷不出钱来。要是我签字有效的话，我根本不找他，我早把厂子押出去了。没事，反正陈六子明天早上回周村，青岛就剩咱们自己了。不行，陈六子要是今天买了这船布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得跟藤井联系上。老刘，你干什么？贾小姐，这不合规矩。我要是不知道，这不关我的事。可是我知道了，我就得跟你说明白，你不能擅自决定这么大的事啊。我是监事会主席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。贾小姐，我也有我的难处啊。还是等明天吧，明天董事长准能来上班。藤井先生，陈太太，请喝茶。你身体好多了吗？啊，好多了。这是我让人从日本带来的西药，只要按时服，对你身体康复会有帮助的。谢谢，又让藤井先生破费了。没有啊，陈先生，这是送给你的，这是你们东北上好的人参，请收下。你看，你每次来都这么客气，拿着吧。
谢谢。来，藤井，坐。我说啊，你看看你们那些兵啊，整天不在家里好好待着，跑到东北去，让他那么一弄啊，满街捅的都是难民。我的厂子就收了20多个，照这么下去，咱俩的买卖都别做了。那是政府的事，我们不管他。咱们还是好朋友嘛。咱们是好朋友啊，可这么一弄啊，成敌国了。一边是咱俩的交情，一边是两国开兵见仗，你说咱俩夹在中间不难受啊？藤井先生，陈太太，我还要陪孩子出去走走，你们慢慢谈。不好意思啊。去吧。真的不好意思。陈先生，我们认识10几年了，我既是你们厂的供货商，也是好朋友。这次西红丸上的布，我希望你都能收下。哎，藤井先生，我不是不帮忙啊，这事儿太大了，我是不敢的，我是。要是让那些学生啊知道我要了你船上那些布，还不把大华人厂给砸了，同业同仁怎么看？藤井先生，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生中最讲义气，可这一会儿啊，实在是不行，我是相当为难啊，我是。哎，陈先生，请你相信，政府出兵东北，我个人是不赞同的。我是个商人，我只是做生意，可是现在很多人都躲着我。我们商社也来了一些新人，有些是军部派来的。我现在的处境也是很艰难的。来，藤井先生，你也别着急啊，咱有话慢慢说。你先沉住气，兴许过了这一阵子就会好一点。你只要给点钱就行，我只想抓紧时间把这件事情给了了。藤井先生，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。我是带头在商会起了事的，你那布我是不能要。不过我倒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。谁？元亨染厂的孙明祖，他可以。我已经找过他了，他也躲着我。他们厂的人说他根本就不在青岛。陈先生，现在我只有依靠你了，我真的拜托了。哎呀，我说老藤井，你别一会儿一鞠躬，一会儿一鞠躬的，我受不了这个。来来来，喝点茶。哎，这是你的，说说吧，你的布多少钱？一共是15000件，只要你全要，40块一件，可以吗？藤井先生，论说这价格已经是很低了，但是我还是不能要，你还是原船运回吧。35块。藤井先生，我刚才都说过了，这价格已经是够低的了，35块刚刚够织布费的。现在不是价格问题，关键是我怕担风险。你想啊，你卖完了布回日本也行，继续留在青岛也行，没人敢动你呀。可我呢，我还得在青岛干买卖呀，你说呢？陈先生，大华染厂现在是个大厂了，这其中我也帮了不少忙啊。当初你们厂订购滚筒染机，德国人明明报价是38000，你对我说却是报价3万。其实我当时就知道了。是内德打电话给我的，他让我与他合伙，挤兑陈先生，说把价钱抬高，等以后生意成了，再分利润。
我没有干。我不仅没有干，我还非常佩服陈先生的精明。陈先生，你说那3万元是不包括运费的，你觉得从日本到中国路途很近，3万元我准能接受。但是，我这笔生意不仅没有赚到1分钱，反而我还赔进了600块中国币。所以，陈先生，我希望是哪年子的事儿？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。元亨染厂的贾小姐常用关东军来压我。是，我给他们的布价格是低了点儿，但是你不知道啊，我给他的每件布都少给他20米。这样一算，比给你们厂的布还要贵呀！我给你们厂的布可是足重足长的。我现在的处境真是很艰难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说这些话的。哎，藤井先生，打住啊！我这人心软，见不得别人受难为。要是照你这么一说，我这些年欠你情欠的太多了。不是我让你领情，我是让你帮我个忙，帮我个人一个忙。哎呀，藤井先生，我要是不买你的货吧，你会觉得我不帮忙；可我要是买了你的货呢，日后你会觉得我这人太狠，用这么低的价钱买了你的货。这样想一想，你会觉得我是乘人之危，咱们俩朋友的交情也就完了。事后你会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心疼啊，藤井哥，我看你还是把这船布运回到日本吧，要不找个地方先囤20天，20天之后，等这股风过去了，你再来找我。我宁可把这船布送给你。为什么？这条船要运军粮，如果因为我延误了，他们会杀我头的。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啊？我说你个老藤井啊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说咱俩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你这说了半天，跟我绕来绕去的啊！你跟我说了，我能见死不救吗？你倒好，从民国8年一下给我支到民国18年去了，又是买机器，又是大洋马的不缺20米。我要是不看你比我大个几岁啊，我早一脚把你给踹出去了。你负了咱们俩的感情了，你啊，不就是那船布吗？我一口吞下，这船布啊归我了。陈先生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哎，好了。哎，35是不是少点儿？要不我再给你加点儿？不用加了，这已经很感激了。我说藤井啊，你看看那帮日本兵占了东北，咱这合法的买卖搞得跟范大烟似的。钱明天早上我派人先给你送去一些，要是凑不足，你也先将就着啊。我派人到处按着卖，四处给你讨换钱，我保证5天之内肯定付清。陈先生，你的信用我是知道的，我会牢牢记在心上的。哎，今天晚上你能睡踏实了，该我睁着眼了。真是对不起啊！其实啊，没必要这样动心计。蔡琴是咱表姐，六哥是咱表姐夫，你还是去南院跟大哥说一说，抓紧时间定下吧，省得一夜睡不好。这临下班的时候，六哥也没回电报。大哥也挺着急，也怕这买卖黄了，还故作镇静，真是没必要。我看大哥做事情在某些地方保守，这样下去会落伍的。六哥在周村和张店一带很有名气。年下我跟大哥回家，大哥听见那些人夸六哥，心里很不服气，嘴上没说什么，
站起身来走了。大哥熟读三国啊，干什么事都想想当年诸葛亮用的什么计、什么招。那东汉离现在都2000多年了，那一套早都过时了。大哥通三国，六哥不仅通三国，什么《忠孝烈女传》《精忠说岳》他都通。大哥要是用三国的招数对付他，我看未必能沾光。那些都是他当年要饭的时候听来的。说来也怪，这六哥啊，什么事儿听一遍就能记住。他不认字儿，也不看账，但老吴根本不敢捣鬼，他甚至比老吴还明白。明天他来电报，可能会降一点价，但大哥这么抻了他一下，他早晚会找回来。不信你看着。东初，六哥让你在济南买的地，这事儿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啊。你知道去年济南织锦市街爆炸的那家制业洋火厂吗？知道啊，还炸死6个人呢。大哥想让六哥买下那块地。哟，那个地方可不吉利呀，前后有3个工厂都没有好结果。六哥来济南开工厂，这本身就是大哥的一块心病，他嘴上没说，但心里一直惦着。他是想借这块兄弟拜拜六哥的财运。你怎么说？我能怎么说？有些话即使是亲兄弟也不能明说。你没想把这事儿告诉六哥？不用我告诉，大哥自己就会把这事儿告诉六哥。他知道六哥天不怕地不怕，小的时候还在坟地里睡过觉。他甚至会激六哥买下这块地。哎呀，这做生意是得用心计，但得分什么事什么人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六哥想坑家驹的话，那家驹不是一点招都没有吗？可人家不这样做。我看六哥来了济南，咱们好好的跟人家相处，不但不会成为对手，可能还多了一个帮手。我跟六哥只是一面之识，对他了解不多，但我觉得这个人应变能力相当强，将来一定会发大财。他来济南开厂，是不是咱私下里投上一股，也好有个退路？晚了，家驹对我说，六哥来济南是想干印花，罗兰也好，海德堡也好，这些新式的德国印花布都相当贵，再加上3到4套滚筒染机，盘子已经很大了，咱们那点钱放进去根本不管用。再说大钱都在厂子里，大哥能让我拿出来吗？现在不是实行换股持股吗？咱可以用3元的股换六哥的股。哟，兰芝，你这不是挺懂经济的吗？懂什么经济呀？在大哥看来，我就会生孩子。我说到厂里去干点事儿吧，他就是不同意。我到厂里给你当个秘书也行啊。就这么着吧，他同意穿着制服裤子已经很不错了，这还说我惯着你呢。不行，我现在到大哥那儿去一趟，如果他同意的话，我这就给六哥发电报。你看到大哥高兴的话，帮我提骑洋车的事儿啊。我看不用提了，提他也不会答应。让你穿制服裤子已经破了例，他不会让你骑着洋车子满街跑的。咱们啥时候能自己说了算？好了。大哥，你说陈六子下午就能来电报，可到现在都没回。这个事儿不能总抻着，再抻出别的事儿来。三弟，陈六子好冒险，咱再撑他一晚上。如果明天晌午再不来电报，咱就认了。大哥，这个事儿你玩的真有点过了。陈六子他不是等闲之辈，放过这个机会，咱们太可惜了。得了，我给他发电报去。等等，三弟，三弟啊，我知道这抵制日货是长不了，可眼下正在风头上，他陈六子再能，他也找不到买主。来，听哥哥的啊，他就是降下1块钱来，这1万件就1万块，这买卖大的额就大呀，咱可不能不算呢。当然了，这1万块钱现在对咱来说，他也不算什么事儿，可是赚1万就比赔1万强，这一反一正就是2万呐。关键是，不能他陈六子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他是税务局啊，我不能还价。你听我的，三弟，撑着他，
我就不信他不降价。大哥，我知道，你总想和陈六子降个高低，可这实在是没必要。你说陈六子找不到买主，我觉得未必。他从15岁就开始当掌柜的，是一个走一步看3步的主。咱们就说个最简单的方法，他把那2万件布装上火车，沿着胶地铁路一直向西卖。大哥，你算算，这一路有多少染坊，多少布铺，就那个价格，到不了潍县就能卖干净了。你抓紧时间定下来吧，大哥。现在电报局还关不了门呢。沿着交椅路卖，这样的办法他能想得出来。不过，他绝不会那么做，因为啊，他没有那么笨啊。这样吧，明天，咱就抻到明天中午。三弟呀，这做买卖和做人是一样的，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处变不惊，那才是本事啊。陈六子就是不和咱做了，他也会给咱打个电报来，这一点你就放心吧。这船布他之所以要和咱做，这另一个原因，就是他把他那1万匹布要放在咱的仓库里，这就是他将来在济南开染厂的压仓布。我之所以敢这么撑着他，依仗的也就是这一点。我想了一晚上了，他可没有不降价的道理。大哥，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我把这话放在这儿，咱就等着后悔吧。老爷，他三叔毕竟上过大学，看得远，他说的那些话也挺有理的。哼，书生之见，不足为用。文金彪，你干什么呢？哦，掌柜的。掌柜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，这不都好几天了，我看这条线一直在冒火花。昨天后半夜下雨啊，我出来一看，吓了我这一大跳，整条线全都漏电，丝丝的冒着火星子。虽说这是在仓库外头，可是我怕这旧线带着火掉下来，把仓库烧了，所以就把线掐断了。这不，刚换了条新线。怎么了，掌柜的？我干的不对啊？你去账房领10块钱。为什么？下雨天还惦记着线路，这就该讲。老吴，哟，掌柜的，你一会儿下去，把那信师的电工给我辞了。为什么？咱们仓库的电线都脱了皮，他愣没看见。这样的电工，你说留着干什么？另外，你再奖给白金苗10块钱。昨天晚上下着雨，他冒着雨出去查看电线，这样的伙计就该奖。哦，这样的伙计是该奖励。可掌柜的，那姓施的是市长的亲戚啊，咱要是把他什么市长的亲戚，就是省长的姐夫，也给辞了。照我说的办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掌柜的，跟藤井谈的怎么样？哎，还是没修炼到家。没谈成？那倒不是。藤井一见我就装可怜相。我后来想想啊，他肯定是事先准备好的，又是哭又是鞠躬。他跟我说35，我也就没再还价。35，行啊，掌柜的，这不跟10的一样吗？我本来想好的是30，当时那个情形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哎，这藤井比我大10来岁，虽说咱这眼里看不惯日本人，可是毕竟交往了10多年呢。我这人呐，就是心软，见不得别人流眼泪。哎呀，掌柜的，35块一件行啊，就是没有赵东俊，咱们自己也可以把它吃了。这会儿咱们发财了。钱都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准备好了。哎，老吴，这钱你还不能一下子都给他，这好几10万可不是小钱呢。咱要是一次给他，他会觉得咱早有准备，是设下套子在等他。这样，你见了面呢，你就使劲哭穷，啊，你就说4处讨换钱，这不才讨换了1半，另外1半过来你才能给他。这样还不行，你还得埋怨我把事情给办差了，你就不直说，也得拐弯抹角的把这事给说出来。
去了之后，你给他来个哭丧着脸，一脸的不高兴，你得让他觉得咱挺为难。老吴啊，这干买卖的要是把东西卖便宜了，心里就跟吃了个苍蝇似的。咱可千万别让藤井记恨咱。掌柜的，我怕这事儿弄不匀或弄过了火，让他给看出来啊。就没有你这么没用的啊！你这样，你把那本票啊往藤井面前一放，然后你就耷拉着脸站在那儿，他要跟你倒水鞠躬，你就爱答不理的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就是你丈母娘刚咽了气，你不表示吧，怕你的亲戚埋怨你；表示过火了吧，又怕外人笑话。你就这样。怎么样？掌柜的，我试着办吧，不就是不孝吗？我觉着我还可以。去年丈母娘刚死的时候那个表情我还记得着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有点这个意思，有点这个意思。哎，掌柜的，济南三元染厂的电报还没来呢。没来电报就对了。这样，你给赵东俊打个电报。原先我跟他说的是2万件，你现在跟他说只剩下15000件了。那5000件让孙明祖给吃去了。你给他发电报的时候，口气能硬一点最好。要不这样，你骂他2句，以我的口气骂他。你就这么说：不仁不义，胡乱猜忌，乱看三国，四处用计，不射东西，6弟生气。好，我记下来了。老吴，咱原先给他报的是55，现在给他报56，给他加上1块钱。先把你家的100亩地呀给挣出来。哎，掌柜的，咱报55他都不回信儿，你再涨1块的话，那不就更不回信儿了？老吴啊，我把话放在这儿，用不到中午他就能给咱回电报。你告诉他，让他带着银行本票来，把咱的5000件布也放到他的仓库里，那可是咱的压仓保本布啊。听我的，一点错都没有。发完了电报，你去找藤井，你让他用火车把咱的布运到济南西货场，运费算他的，尽快装车。那咱还等赵东俊的信吗？不用等了，这赵东俊和赵东初都是很精明的买卖人，他们知道我爱用钱，所以想抻我，等着我把价格降下来。至于降多少钱，他们可能不在乎，他们就是想让我知道他能识破我的计，也就是敲山震虎地告诉我，以后和他打交道最好放老实点。这是他的根本用意。可是这55的价钱也太诱人了，他们一看别人要走了5000件，心里准得发慌；一看涨了1块，那就更慌了。这我早就料到了，所以第一次给他发电报，我就故意多说了5000件。不用等了，装车发货吧。老吴，你就等着回家买地吧，这100亩地可是3元染厂送给你的。掌柜的，那我走了。老吴，你等等。你还得再给我办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，掌柜的？你去告诉学生们的头，就说西红丸这条船后天上午要给日本人装军粮去旅顺。你让学生们千方百计拦住这条船。记住了，你明天上午再告诉学生们。咱的布今天还在船上呢。哦，掌柜的。您这是一箭8雕啊！甭管几雕了，赶快办去。大哥，6哥来电报了，那批货被孙明祖买走了5000件，行市也涨了1块钱。他骂咱不是东西，你看看吧。哎呀，怨我，全怨我，这可是得罪小六子了啊！大哥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想想咱们该怎么办。就按电报上说的办啊！马上打发人腾仓库办款，就按56办款。发完电报，你立刻去青岛，去玉记买上10个扒鸡。青岛没有藕，给他带上一些。见了小六子就说电报收晚了，你把电报局给骂了一顿啊！好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蹊跷。你说孙明祖的元和染厂也不小。怎么只要走了5000件？怎么着他也得和陈六子平分呐，得要1万呐。要不咱等等，再抻抻他，
不，再成就真的慌了啊！你去办吧，快去。哎，老三，又有什么事儿，大哥？你说这小六子，真的能有这么高？敢涨上1块钱去？大哥，你要这么犹豫的话，这个买卖咱不跟他做了，好了吧？坐，我这是猜啊，你去吧。难道我猜错了？别上油了，又不让太太骑出去。不让骑出去，还不能在家里骑吗？老王，把门关上。王好嘞。把藤椅挪开，我在院子里骑一圈。哎，太太，您慢着点骑啊！我天天半夜2、3点钟出去骑，这你不知道吧？我骑得可熟了。知道，这大门一响啊，我就醒了，我就看见太太在骑车呢。太太骑得真好，人也心事。我觉得呀，比哈德们烟卷画上的人还好看呢。是啊，太太骑得真不错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兴男不兴女。咱先生开汽车，大掌柜的都不说，咱太太骑个自行车，他倒是不依。我觉得呀，这不公平。不公平的事儿啊，多着呢，不光这些。太太啊，骑2圈过瘾就行了，就别再骑了。太太，哎呀，太太，哎呀，太太怎么好啊？这可怎么好啊？这先生回来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你看，没事，就是我自己碰的。王妈，去扶我接电话。哎呀，太太，你慢着点。哎呀，慢着点。喂，东初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去青岛啊？好啊，我知道了。你回来拿衣服吗？哦，好，我去给你准备去啊。我知道了，好。哎，先生回来，让我们怎么跟他说呀？没事的，先生知道了也不要紧的。哎，你们2个不能说出去啊。哎，老王，你出去，我看碰哪儿了。王妈，快扶我坐下。来，坐下啊。来了。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我是担心你，我怕你再让陈六子给坑了。嗨，怎么可能呢？他约你吃饭，都说了些什么？他想把大华卖了，退出青岛，问咱们要不要。除了飞虎牌，他什么都可以卖。为什么？日本人侵占了东三省之后，实行了专卖制度。实际上，这个市场是被他们控制的。我们失去了这3个市场以后，基本上是无利可图了。弄不好，我跟大华2家还得互相挤兑。他说的也是实话。他觉得欠咱们个人情，所以先问咱们要不要。如果咱们不要，他就卖给德国人了。他要卖多少钱？具体倒没说。不过，听他的口气，也就是7、8万吧。应当说价格还不贵，问题是咱们要它干什么？没用。他要是卖5万，我自己就想买过来。这里边有个情分，思雅。当初他将计就计，让我损失了1万多大洋，这个事儿他一直搁在心里头。别说是5万，就是8万，除了我，他也不会卖给别人的。你看，那个藤井一直缠着他要这个大华，他就是不给。为什么？他不想跟日本人打交道。我看这个事儿啊，你不要想了。你也是傻，就用你的名义买嘛，接过来之后再让给我吗？这是我们男人的事情，不懂了吧？人家越是对你真诚，你就不能欺骗人家。这个事儿我不能办。
什么真诚？上回卢家驹约你去崂山，我就觉得是他下的套。我一直在纳闷儿，藤井那一船布怎么会一夜之间就没了呢？这个陈六子很刁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些话可千万不能到外边去乱说啊。藤井这2天一直在问我，我跟他说，我们是事先约好的。藤井现在横得很，那天到咱们这来，二话不说就问我，你这个元亨卖不卖啊？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现在啊给日本政府在做事。那天我一说不卖咱们元亨，立马就给我颜色看，每件布涨了2块多，你涨就涨吧。他那个布放在仓库里，就是不给咱们用，不让咱们正常开工。还有你关东军那个朋友，被他告了之后，不但受到了处罚，现在啊还给降到南满铁路去了。你刚才说那些话，如果让他知道了，还不得派人把寿亭杀了啊？这些年咱们虽然跟大华磕磕碰碰的，但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咱们里外还得分清楚的。我就觉得这些年没能赢陈六子一局，心里窝火。他都马上要离开青岛了，还跟他置什么气呀？我都不生气了。哎，咱们还是考虑考虑自己眼前的事吧。咱们就是不卖，我看藤井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。青岛他还没战呢，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喊抗日，我看东北他们也长不了。明祖，你就帮我这回吧，帮助我把大华给买下来嘛。思雅呀，别的事儿我都可以帮忙，你要钱我可以给你钱，要物给物。但是这个事儿牵扯到我人品的问题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而且咱们俩也这么多年了，但是这个事儿我实在是没办法帮忙。